Hello，小朋友，我係 Connor 老師啊。今日我哋一齊嚟讀呢個故仔。恐龍，恐龍，你喺邊度啊？小朋友啊，你知唔知恐龍係咩嚟㗎？冇錯啦，呢啲就係恐龍啦。咦，望下，有啲恐龍匿埋咗喎，你見唔見到佢哋喺邊呢？有冇見到佢哋條尾？有冇見到佢隻眼睛？有冇見到佢哋隻腳啊？好啦，我哋一齊嚟開始呢個故事啦。恐龍，恐龍，你喺邊度啊？今日係一個風和日麗嘅朝頭早啊！哇，天氣好好啊，太陽都出咗嚟。咁所有嘅小朋友恐龍咧就約埋一齊，準備一齊玩咯噃。三角龍咧就同佢啲朋友仔咧一齊玩捉迷藏，佢就遮住佢隻眼睛，準備數。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數咧？一齊數到10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後三角龍就打開自己隻眼睛，就話啦：你哋準備好未啊？我而家嚟啦！一隻好興奮嘅三角龍咧，就爬入一個洞穴裏面咯。咦，望下，你見唔見到洞穴裏面有隻紅色嘅恐龍咧？你望唔望到啊？三角龍就問啦：恐龍，恐龍，你喺邊度啊？準備，麻利麻利空啊！原來得意龍匿埋咗喺嚿石頭後面啦。三角龍揾到佢啦！我揾到你啦，得意龍！快啲跟我一齊去揾恐龍啦！咦，而家有1、2、2隻恐龍，佢哋咧好興奮咁樣就跑入咗叢林裏面，準備揾其他恐龍咯。佢哋就嗌住啦：恐龍，恐龍，你喺邊度啊？咦，望下個叢林先，個叢林裏面有一隻紫色嘅恐龍啊！你揾唔揾到喺邊度啊？佢匿埋咗喺棵樹後面噶，定係啲草後面呢？望下先，哈，喺度啊！我揾到你啦，迅猛龍。三角龍就話啦：快啲同我一齊去揾恐龍啦！3隻好興奮嘅恐龍就爬上咗懸崖咯。我哋一齊數下有幾多隻恐龍喺呢一頁度？1、2、3，係啦，3隻恐龍一齊揾啦，揾啊揾啊揾，就問啦：恐龍，恐龍，你喺邊度啊？咦，望下，有隻黃色嘅恐龍啊！你見唔見到佢喺邊度啊？冇錯啦，佢喺石頭上面啊！揾到你啦，甲龍！三角龍就話啦：快啲同我一齊揾恐龍啦！然後而家有1、2、3、4隻恐龍，好開心咁喺樹林度揾其他恐龍咯噃。佢就問啦：恐龍，恐龍，你喺邊度啊？咦，小朋友啊，你有冇見到一隻藍色嘅恐龍呢？藍色嘅恐龍喺好多樹木嘅後面，有冇見到呢？準備1、2、3，開估，係啦，揾到你啦，腕龍！三角龍就話啦：快啲同我一齊揾恐龍啦！佢哋1、2、3、4、5隻恐龍跳入水，然後咕嚕咕嚕咕嚕游住水揾其他恐龍咯。佢就繼續問啦：恐龍，恐龍，你喺邊度啊？咦，望下喺個水裏面有冇恐龍啊？我見到一隻藍藍地色、綠綠地色嘅恐龍，佢匿埋咗喺珊瑚後面，揞住咗自己隻眼啦。準備1、2、3，係啦，揾到你啦，棘龍！三角龍就話啦：快啲跟我一齊去揾恐龍啦！佢哋上咗水之後，就去咗火山嘅周圍冒險啦。哇，火山好熱啊！數下上面有幾多隻恐龍喺火山度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係啊，有6隻恐龍啊！咦，係咪有隻恐龍匿埋咗啊？有隻橙色嘅恐龍啊，佢匿埋咗好遠啊！我見到佢條尾啊，你見唔見到啊？佢喺呢度，揾到你啦，擒龍！三角龍就話啦：快啲同我一齊揾恐龍啦！哇，今次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隻恐龍咯噃，佢就喺個植物園度望下啦。
有冇其他恐龍匿埋咗啊？小朋友啊，你有冇見到隻恐龍啊？係啦，隻恐龍係橙色嘅，睇下先。唔係喎，隻恐龍係黃色嘅，喺啲草嘅後面啊。有冇見到啊？準備 Peekaboo，Hello，揾到你啦，劍龍。三角龍就話啦，我哋快啲一齊去揾恐龍啦！而家有8隻恐龍，好開心咁去到沼澤度玩喎。我哋一齊數下8隻恐龍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隻恐龍。佢哋就問啦：恐龍，你喺邊度啊？你有冇見到隻恐龍啊？呢隻恐龍咧係識飛嘅，而且佢係橙色嘅。你有冇見到喺橙色嘅樹上面有隻恐龍咧？準備1、2、3，揾到你啦，翼龍。三角龍就話啦：快啲同我一齊揾恐龍啦！然後而家9隻好興奮嘅恐龍仔喺沙灘度蹬住腳，就喺度繼續揾恐龍。恐龍，你究竟喺邊度？恐龍，你究竟去咗邊？好啦，我哋一齊數下幾多隻恐龍喺沙灘上面先。準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冇錯啦，有9隻恐龍啊！誒，有冇見到隻紅色嘅恐龍啊？佢遮住咗自己隻眼。係啦，你見唔見到啊？冇錯啦，我揾到你啦，暴龍。三角龍就話啦：哇，終於揾晒10隻恐龍啦，好犀利啊你哋！10隻恐龍都好興奮咁樣話：再玩多次，我想再玩多次啊！所以咧，佢哋就再嚟多次，喺個森林裏面換另一個小恐龍，然後遮住隻眼，由1數到10，我哋一齊嚟數咯吧。準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後佢哋玩咗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夜晚嚟啦，所有小恐龍都要返屋企瞓覺啦。所以咧，今日嘅捉伊人就玩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玩過啊，好唔好啊？今日嘅故仔就去到呢度啦，小朋友你鍾唔鍾意呢個故事呢？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